虽然是古早的代志，也毋过无像古袂用钱。古早有一个大地主，徛在前山岐南，伊的名字叫做林武。规大片种草的农田，阮是地方的大地主。迄当时是清朝尾年，日本人因正拄来无偌久。后来林武的某，伊嘛是阮的阿祖，一个姓潘的查某，将咱林家的田地一块一块拢总输了了。土少的人土甲庄仔来，将厝内物件一件一件搬去点倒。老大人问话家这什么情形，我讲你免烦恼。这个人只是借咱的物件，暂时去掉头寸的哦。路尾阮阿公送伊的兄弟跟着伊的阿爸，一步一步爬过险险的山坡，一双草的一奇怪呀，规家哭一个哭一个。来到南边花莲港听的北部，咱着要来去遐，互因大家拢总找咱无。犹原是古早的代志，也毋过无像古袂用钱。虽然是古早的代志。也毋过无像古袂用钱。阿嬷讲二伯上巧，伊是读书的了。厝边头尾囡仔不是拢嘛对前对后，伊是囡仔王。二伯细汉是囡仔王。在阮庙口的三爷阵内，上界厉害的是大伯若亲像人咧坟顶的。沙呀草，人咧坟顶的沙呀草。啊，思千感慨，望家都形影，死着关系，扬起微笑。